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8，耶利米书17章10安尼讲：我上主捌人的心，查验人的心思，要照逐个人的所做报应因。三甲来祈祷，查验人的心思，照人所做报应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对创造世界以前，原未伫母胎成形，就已经认捌阮，也伫阮未出世就拣选阮，将阮分别做成会创造活命之灾。主啊，你是公义的上帝，你爱阮行伫正直的路。主啊，你是疼痛的天父，你爱阮也疼人，亲像你。主啊，求你照光阮的内心，互阮看见家己内面有啥物歹的念头。主啊，阮的所行所想，若是无合你的心意的，求你来怜悯赦免阮，也引带阮归向你。主啊，因为你捌阮的心，查验阮的心思，要照阮逐个人的所做报应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